個繁龍入邊咧提到我爸爸喺監度坐完2年半，佢放出嚟嗰陣時咧，佢啲囚友好多係當時嘅文人啲官啊咁樣，例如考試院院長江抗虎啊，昆曲專家嘅高齊賢啊，呢啲佢哋咧都寫詩詞嚟送俾佢，祝福佢將來有一個好好嘅嘅將來，叫佢好好做人啊，鼓勵佢啊。佢嗰陣時係年青人啊，你而家出去咁就好好啦，我哋就未出得去字咁樣。咁而家我爸爸嗰啲詩詞啊、啲手稿咧，都一路流傳。咁我哋咧另外一本書咧，司口虎橋獄中手稿發表出嚟。而家就我覺得係好你好中意嗰本係，因為獄中文學咧，本來就係中國文學史度一個比較少人關注嘅一個話題嚟嘅。咁而且我哋以前見到嘅講獄中嘅文學咧，最多都係話流傳1-2首詩啊，或者係乜嘢咁樣。咁啊，但係喺一個咁特別嘅環境，同埋聚集住咁多嘅讀書人，咁啱好又係近代史上一個咁大嘅一個歷史背景下嚟，俾呢班人喺裏頭可以有幾年嘅時間，大家互相去唱酬，可以去寫詩。咁呢個咧就絕對係可以講後無來者啦。好特別，以後嘅監獄裏邊係唔會有呢種咁嘅事。我爸爸就係咁講啦，發生。佢哋話喺監度聽到嘅係讀書聲。佢話嗯。當然喺監度讀書唔出奇，但係咧有咁多人，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原來嗰陣時嘅政治犯有成3萬個，即係判漢奸罪嘅有3萬個人。其實當時嘅咧嘅監獄嘅環境係同而家我哋想象中係唔一樣，係咪啊？當然，因為我睇當時嘅一啲史料都發現咧，就係話，實際上喺1946年之後啊，先至分別將好多人收監。45年嘅時候並冇即刻咁做，因為當時兵荒馬，甚至有啲係到46、47年嘅時候先將佢哋收監。但係喺當時嘅環境其實相對係好寬鬆嘅。即係相當於近乎係軟禁只不過大家夜晚黑就翻去各自間房，咁所以咧就創造咗一個其實相對寬鬆嘅環境咧，等佢哋可以寫出呢一批咁樣嘅。所以我覺得係後無來者。你譬如而家哪怕係今日你嘅監獄可能稍為文明啲，但係你所謂文明嘅話，佢唔會再有一個咁樣嘅條件俾你咁多嘅讀書人喺埋一齊，甚至唔可能話俾你好似一個俱樂部、一個會所咁樣去你又可以寫下詩，你可以傳遞俾佢。而家係唔會有呢啲咁嘅嘢，咁所以呢本書，我覺得佢嘅價值就係話咁大嘅時代背景，同埋呢班人能夠聚埋喺一齊，同埋就好多作品都係第一次發表。冇錯。嗰啲作品其中咧，包括我外婆同詞學大家龍餘生，可以講係佢哋合作嘅作品。點解話合作咧？呢個咧根據龍餘生佢都有講嘅，有啲咧根本係譬如呢一個以聲學，係佢喺監度，陳璧君我外婆鼓勵佢寫低嘅，可能咧即係陳璧君嗰陣時喺呢個監嗰度，同埋阿龍餘生即係大家研究講啲詩詞嗰啲咁嘅嘢，因為陳璧君咧本身都係對詞好有興趣嘅，佢亦都寫過咁汪精衛嗰個嘅詩集入邊咧都會有陳璧君嘅作品嘅。咁佢喺監嗰度嗰陣時，佢鼓勵佢寫低啲嘢。咁後來咧呢個以聲學咧就變咗係後來嘅詞學十講嘅前身。所以咧呢啲咧我哋咧就喺書嗰度咧全部發表出嚟俾人睇，呢啲係人哋冇睇過嘅。咁另外一樣咧對我嚟講係好特別嘅，就係我婆婆喺監度手抄我公嘅雙照樓詩詞，唔同嘅抄本，
有啲係小幽集，有啲係素謠孽集，有啲係全部寫埋一本嘅，各本有幾本。其實佢有時候咧，佢係送呢啲送俾朋友，因為佢喺監度冇嘢送，冇咩好送，就用佢自己，亦都係我覺得佢有幾個原因，呢個係一個原因，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佢嗰個最親近嗰個丈夫已經唔喺度啦，呢個係可以佢同佢丈夫差唔多一個對話咁樣，呢個第二，第三咧，佢想肯定佢個佢先生佢丈夫嗰啲詩詞可以安全咁樣保留。係，佢想等更多嘅人能夠想係啦，佢點知道佢點知而家我哋個個都坐晒監啦，佢點知道將來嗰啲雙照樓詩詞有冇人睇得到啫？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因素嚟。